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，这个清明连假是举办真侪场亲子活动，推出斗阵洗水稻五个关卡，或者大人囡仔哪拍通关哪学台语。 一张地点签，佮抽台语动词甲名词的任务卡，民众就爱去头脑想看卖要安怎甲斗做一句话。雄雄要讲有人小可顿地，冇人随想出来。连续4天，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办斗阵洗水稻台语活动，因设计5项台语趣味的游戏，佮头摆结合在地文化，互大家透过台语来认捌地方特色。参加的大人囡仔拢讲，用安尼方式学了较条白。 较无定利用的，就是琉球熊，足无啥好讲。无啥好讲。像是在地的文化推广啊，是我们另外有设置跟地方合作的台语关卡。如果你只要集完4个关卡，就可以另外换一份好吃的鱼拓烧跟限量的礼物，一起挑战台语。 做会学台语，这项活动有正有理，唔若透过游戏来学台语，完成任务也可以使申请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点数。现场就不少家庭带囡仔来参加扣点数。这回官方嘛加倍规划母语体验大自然的活动，邀请游客实际参与，要求要安怎采蜜制蜜，囡仔嘛穿装备落去摇蜜，体验生态趣味。其实蜜蜂其实是温和的，你就轻轻的，就是它在取出那个蜂巢的时候，你就轻轻刮痧拍出来，就是把那个采出来，然后去摇蜜。你加完了，还阁将伊的过滤，咱等下加出来是所成的蜂蜜，但是含水量有可能较高20%。啊，咱还阁经过去互公司落去甲咱浓缩、低温浓缩咱的蜂蜜，低于20%的水分，咱到倒头去保存。台语家庭计划第2期，即阵伫4月初1起过，会持续到12月底。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表示，因未来有规划办更加多元化的母语活动，互囡仔伫生活中自然使用台语。记者李树台南采访报道。